有愛心啦，體貼啦，我覺得佢好叻欣賞我嘅優點咯。呢段苦盡甘來嘅愛情，冇諗到最後竟然係分道揚鑣。02年港姐季軍胡嘉慧星期四喺 IG 度宣布同第二任老公 Manfred 結束3年婚姻，再次回復單身。佢就透露 Manfred 照顧佢哋嘅任務已經完成，而家需要追尋個人理想。雖然事出突然，但每個人都有選擇嘅權利，所以佢亦都接受。再次面對離婚，佢都好坦白咁話，情緒雖然好低落，但慶幸躁鬱症冇再復發，未來將會同2個女攜手展開人生新篇章。胡嘉慧嘅感情路崎嶇，第一任老公喺佢陀 B 期間出軌，令到佢深受打擊兼患上躁鬱症。呢段婚姻最終喺2018年走到盡頭。經歷過婚姻失敗同情緒病困擾之後，胡嘉慧終於喺2019年迎嚟第二春，並且喺2022年6月宣布再婚。兩人不時喺社交平台晒恩愛，可惜最後都係離婚收場。